各位听眾，各位歡迎來到對來收聽邊個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人會講幾個故事。我人幾個故事特別嘉賓的是老趙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了個有老趙半鹹甜，個有anh chắc mộtคนจะลองกันแล้วล่ะในวิดีโอสติสกัดแล้วก็อุลา现在是来，我未看到到底 Skype 未看到啷个一边个了诶。哦 ，Skype Skype 哦，这里啊，那个是看到啷个了 ，OK，sorry 看唔到揾到。แล้วก็ตะวัน講咯我鹹甜哦แล้วก็老椒อดีตู歡迎แล้วก็อดีตู你手熱咧 podcast 啦，唔知是 Hello，我看先。แล้ว做咩事你做咩？哦，我啲跳到外裝。哦，แล้วก็ผู้กีพองพา老椒歡迎。Hello，我看只 video 人就開，誒？看到我無？呀，特別你無 rotate 過來個。Rotate。哦，你電話拍開啊？我瞧。哇，情意 AirPods 在那誒，安怎未啊？伊個無你什麼電話 ？iPhone 啊？記得未？無，我袂你拍開，我袂你開。我冇你，當佢是跌。當佢跌到掉啊！我要開喎。我用 Android 我會開無？會開，特別 Android 我唔知安怎去敲咯，會記有人捌教過一個人，安怎敲伊會 lock，你會曉 unlock 你會unlock 你會 orientation 嚇。你 orientate 啊，你 orientate。我係 phone 嘅 orientation 嗬。拍開。有，耶！緊張。我 selfie stick 架漏咧，我拔掉我係有晒你嘅。我未看伊，伊就變成拍到你有晒到頂個呀。我有晒你 red 好，就水。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四百九係咪？大家好。四百九個เราเจ้า未使講係咪？大家好。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ต่อมาก็係咪？起身屙夜尿啦！你真講廣話誒？福建話會人就講一句，起來幫阿妹照了。照啦。起來幫照了。夜尿嘛，阿妹照。阿妹照。แล้วก็真久無來啊，無攞到對來臭狐歡迎。我驚。你咪so驚？你咪so驚？一人呢，我驚，我愛聽。不要緊啦，咱現條無那驚，現條咱有朋友講嘛，你家己一人聽個驚嘛。我等我還沒朋友看會到看袂到誒。Yeah, okay, so 咱當今哇，真慢咯，喂，你 control。Anyway, okay, so 當然咱怎麼看？咱介紹個了哈，特別嘉賓。冇 miss 掉哈，讓我多正。但係你另外一個咩食咧？講未來？
甘蔗，等我看真有一个，半咸甜，有淡薄高级胖胖袂使。讲我个啦，就介绍个啦。OK，但係講幾告訴。而家是個 B O 啦。嚇？哦，你是個 B I 呀？而家上個是啊？而家隨英國將 consultation。嚇？我唔知。係咪 consultation？你叫去攞關注？我講我嘅，我講嘅話嘅 consultation 不會話嘅。個 consultation 啊，講10路嘢，變你學緊條8%、10%。好啊，好大。對啦，consult 攞 consultation free 嘅咩嗬？我就會學變你學緊都冇攤嘅。你睇 Skype off 咪白嘢？哦，there you go。OK，來，喂，就等於講新規告訴，你正嘅知啦。臭狐，你估部隊嚟，唔知有講規告訴講個臭狐。臭狐你看到嘅哦？冇看到鬼，我跟他聽呢。哦，你會聽到鬼啊？冇，我你要只叫佢，我跟住人呢，叫咩？我跟住人佢嘛。誒，我問你，你是到邊呢？還是到咯？我到新加坡。哦，到新加坡我同你講到有鬼啦，你到一個？唔係你，我冇，我係厝冇嘅。你厝無過啊？冇。而且你大陸是有嘅喎，係咪嘅？冇嘅啦，冇嘅。後面地區本是有嘅嘛，嗯，看有看無呢。看你運管啊，girl。冇，我看冇，你冇聽冇。OK，來講 ，OK，所以了你是，我知你是只驚鬼啦。是白驚的，你個特別兩個驚只是個驚聽鬼故事，是唔是？哦，就是咯，咁咪少咧嚇，了你你個未困咯，你相信鬼啊你？相信啊，你相信啊？聽咁你邊個冇看到。人學見啊，聽邊人學見鬼啊，是個咁冇你驚係哦？個相信，加你話啥冇呢？你話啥？你聽邊人學見啊？你冇你驚鬼係哦？會咯，因為正常嘅啊。人講了嚇，你人講成啊，隔嚟就係講 actually 唔是人影，我都看到，唔是成日做鬼戲人講。啊，冇你想看到。我本時看頂到嘅時候，我當今是杜會，我去咗就講，咱會情形就是講，你家己去到你嘅邊啲學嘅嚟聽，將故事不聽過嘅位啊，了是成日也是伊情形啦。咧特啲電梯位啊，咧是開門出來啱啱，嗰時下嗰時我度冇幾長啊，佢落關處但係你個想，因為人就會人 explain 好你猜嗰時啊，然後你個想愛啥，去你看啥要愛 try try 看看會哦，係咯，個個帶哦，係啦，就是人就成日佢嚟 try 看有無？OK，咱問下別人有幾個數要講是你幾個數？冇啊 ，OK，拜。拜。咁啦，等下會聽。哦，對。哇！哦，對。我之前我 friend 有 share 我一個新嘅，邊咧唔是直直人講有魚病卡做魚咩？了魚病卡直直被油英菜嘅嘛，對無？對，新嘅 iPhone 嚟食咯。新嘅 iPhone 就油英菜食嘅咩？油糊嚟食。Juhu Brown？喂，未歹啊！有嘅是個世界價啫。你新嘅你 Midnight Green 咪是英菜 Brown 咯？係咪英菜 Green？我等陣出一個哥哥寫嘛麻子 Brown。我就麻子咧，冇講到麻子 Beach。但係我講過只隻嘛，只隻我講就 Musang King Yellow。你係你講。喺你告訴是喺你被油英菜後直接去擺攤啫噃。啲擺攤嚟講嗬，一啲勁邦哥羅啊，係勁邦哥羅 actually 是冇人大隻估了嘅，伊唔知佢先一定去擺攤嘛。哦。伊唔知。即係邊個伊就邊頂嘅冇錯嚟講是啲普羅嘅。哦。
冇錯講是啲鋪內，然後等你就一擺個半暝差不多就12點啊，那個伊就應該備了，成啲冇呢好，等你就都隔住就介 friend 講哇，真會嗬，半暝12點嘅事啊，我擺住應該對面係一團嗬，伊幫嗰度真正 happening 嚟，個人跳 disco 啦，個賣物件食 barbecue 咁塊物件加了喎，然後佢又伊 friend 就介講。你 confirm 你看到無？迄一間邦哥羅，迄一間邦哥羅來講吼是真正有錢人嘅。等有一擺伊人講是佇即個 KL 啊，我唔知飛機爆炸死了去。哦。等伊 left 伊即個father 佇甲大爾咯，伊 father 吼，伊人講伊病啦，上加你看規戲咁款嘅。伊頭毛伊落機甲了黏掉一邊，了一邊剩一半呢。耶！伊這啥物意思呀？無死過變一半。未死過，未死嘅。哦，伊是人來啦。伊是人來，等伊就應該看到即個事嘅是哩吼，是原迄間老人已經80歲了嘅是，所以正邦哥羅是空了嘅嘛。無人了嘅。所以 family 真誒無，你 confirm 無，即間厝無人大誒，講真誒，三個真正這樣跳舞個，過後哈，伊聽迄 friend 講安怎講呢？伊講即個厝無人大了誒嘛，假日到10點呢，就應該白白咧，本收攤堆了去，講買白。伊講問你，伊是因為伊是唔是7月時擺？唔是7月，平常時即個做希伯卡。希伯卡嘛是做咩7月啊？還是做季節？我嘛有時做紅光聲，係咪本是有嘅嘛？即個是我 friend 講嘅咯。等我把路啲特機對來嘛。我大擺就是聽別人學嘅你幾個數據啊，你去 hotel 啊，你就聽。你就想到奇奇怪怪嘅。我當今去學到我國門啊咯，國門我甲開啊。國門甲開個物件有一日我佇遐哩巴木加里位吼，我行到學到啊，是準corridor，我行過來看到門樣嘅做。然後入去我開會嘅時，伊有迄個門窗啊加一拍火咯，然後入去門為一拍火，行頂面有一拍火。結果開價了吼，阮哩入門遐個倒，加即個門窗遐個倒爾。然後佢咪見到伊行頂面的火啊已經閉了嘅，就無閉兩邊了嘅。這是倒落去。是佇倒機一個，好像一個單位位樣款嘅。伊學到是 modern 時先是較舊誒。伊學到吼，我 online search 來講啊，是真正水嘅。早期你看是真正水嘅。然後when 暗暝時，我行佇 corridor 嘅時候，伊個火是烏多坎嘅，所以 when 你行過去後啊，伊真正陰真正暗嘅。然後我只要經旁經啊嘛，撿物件咯，撿垃圾上面嘛，會受傷嘛，去到學到嘅時，suddenly 係你入門嘅火哦，直直裂嘅啫喎，我就想到舊啦，然後直直裂，唔知發生咩事，安尼一個故事，個 corridor 直直行入來嘅喎，我直頭冚掉火咪插伊。然後啱咪無人國梅啊，無人國梅。然後記住我係 friend share 吼，伊講伊佇 corridor 甲看到個哩學影，大隻上。係咪個哩學影？咩事？上管上大隻嘅人咧，唔是人啦，是係你物件。哎喲，伊即個學堂吼是真正舊啊誒，上擺你去看伊即個。table lamp 啊，伊本閉了，伊個夾glue黏起來。哇！殘，然後結果就叫我請去看時候，伊學到個好像看了無像了去，真水真新嘅款嘅喎。早起翕嘅效應真水，暗暝你看了真正你 feel 到真個哩。危險呢？是唔是暗暝有物件？maybe 危險呢？早起看一下水，暗暝才去嗰啲。
所以把你看下個班去 hotel 嘅時，佢會 feel 到淡薄驚，咁淡薄驚，唔知是唔是有鬼下面物件。把你會你，我是到該砍掉啊！你聽你就告訴我，明年啊，我所唔係講你啦。我唔捌去過 hotel 驚過是到呢咯，就啲 KL 我只少講去 hotel，我先冇咩記起，冇咩記講有鬼，特別除咗對。你是講你所在淡薄刺激咧嚇，成日我去蘭卡威嘅時候，蘭卡威我淡薄驚，唔是淡薄煩惱，講我唔知去到啊，我去咧馬蘇里邦嘛，你唔知講去到馬蘇里邦嘅，唔知傳入垃圾對嚟啊，我冇聽過啦馬蘇里嘅邦啊對嚟冇嚇，我是驚啦，我是驚講是傳唔見垃圾對嚟我學，但係我學到就水就先。有聽你講我有聽你講咧，講你去維拉山，你講我去過嗰邊，當然 OK 啊。特別我你話蘇里邦啊，我聽到馬蘇里邦對嚟是 before 一人做呢大，像啊當今正 tourism 大家人去，可能你做就好勢就水去啊。頂到嘅呢是即係個。有30年前可能，30-40年前，30幾年前啦。啊，你有可能也是個未做，當然你一人有可能無啊。當呢個有厝係咪㗎咧？嘛有隻厝鏡嘛。伊厝鏡嚇，伊 original 有咯，是講伊無使伊入門入邊伊 museum 係咪啊？無呢做呢字咯。啊，咁啊，住咗。係咪嘅？你做工嘅人啊，請硬食嘅，你冇意啊？哎呀，我未記喎，我未記冇喎，係啦嗬。你冇意啊？特別你估唔使記哦，你唔能記嗰以前嘅咩衫嗬？你冇，特別我最近冇看到。OK，未必我個人講啦，然後不知哎呀，別，我等愛鬼子個人講，佢淨愛鬼子故意告訴是個人講。即個字冇鬼告訴我，都講嘅。係嘛 ？PPT 嗰時係你一看到垃圾物件換水嗬。我看有嘅人講話鬼嘅啦，鬼咧伊講有 different colour 色嗬，有代表物件嘅。伊講咧就是講咧，你看到黃色咧是係咧 Green Reaper 嚟。Green Reaper 係咩？Green Reaper 嚟。Green Reaper。Green Reaper 係咩？Green Reaper 係你咩啦？係你阿摩係你講係 Green Reaper 嘅時候，你阿摩係你有隻釘嘅啊，有隻釘爛嘅。有隻你 size。I try look at see 咧，I try look at see。哦 ，green， 我想講 green， 我想你車。唔是 green。哦，一個幾多咧啊？係你是黑色嘅 ，and then if 你看到灰灰咧，你拄着你目睭看到灰灰咧，你會破病。and then 人講，樣 normally 白咧是無 harmful 嘅，伊是按怎講行過路呢，看你針着伊呢，過路呢，白是第無harmless嘅，然後個紅嘅，個 green 嘅，有未記啊，紅個 green 有係咪 definition 啊？所以看到係咪是鬼？如果你目睭正清目睭看到黑色咧，就是死路了，你睇甲辦咧？安死啊！哎呀！你係講看到佢哋有 colour， 估啊！真係食。即係阿摩嘅鬼啦，唔是鄧人嘅啦。係你鬼嚟搞到 celebrate Friday。哦。即係啊。搞到 celebrate Friday。喂，會冇咩起好？會食冇咩 show up 上白食嘅，佢都係會食。成個白色。所以講咧，佢講咧，鬼咧，伊無甲你有笑咧，成日講你覺得害死啊，嗰時害到伊咩，伊無甲你報仇咧，伊袂報仇咧，伊無甲你無甲你報仇，愛有笑物件咧，無冤仇咧，伊又袂害你嘅，伊無來害你嘅。
上邊啊，上邊講垃圾物件來時啊，一火會咪啊，嗰時講嗰時講物件拍㗎啦呢，啊你是整蠱咯呢，你是不好你知啊？你是唔是佢講嚟？if 你想你唔習慣嘢，你想物件哈，你搞鐵頭咯。呢度 play around with the electricity 物件啊，你看啊，你個有力咧，伊 push 物件咯，因為 push 物件咯。所以就是搞啲鐵頭啦，啲鐵頭嚟開啊。你朋友識到是學寫 ，maybe 不，伊是看到，驚咯佢，你看到五厘啊，你廿厘啊。啷驚咧頂節看到，哎呀，actually啷有你會看到個，係你個獨白看小英，係咪小英？哦耶！我係驚啊，我 still 冇 download 過你 image。我看來看去，我看冇辦。係咪你冇看到咩？佢就是人啊！我看啊，我冇。你小英係咪？你講兩面。你小英係咪？即係阿會幫過啦，讓有人應該當你冇嚟，你冇 live 嘅時候，你冇看到個咯。我肯定有錄。我冇聽到過嘅 podcast。哦，你有冇聽過 ？OK。特別我有看到一下，特別我唔知講係咩。哦，安怎你看到一下？看冇咯。你 chat 你看到？個 Skype 嘅會嗎 ？chat 嘅會嗎？我有 join 啦，特別我冇 join 嘅了嘛，所以我有看到，我燒掉咗。我看冇咯，我早幾個看。特別看冇咯。Anyway， Putu Mayong 來啊 ，Putu Mayong 歡迎。Hello， 歡迎，你真久冇來啊咯？對咯。我有啲這個講講啊。我這是看 YouTube 啦，有一個伊人啊，伊是拍戲嘅，特別伊要做 stuntman 嘅，所以直到是伊去 visit 伊囝在 Canada 啦。所以在 visit 見 Canada 時候，伊常常會拄到一個物件人來啦 ，OK？ 即係講伊常常拄到，所以 visit 去佢家就係做房間控制咧，伊知道人卡伊卡底按摩，卡摩係卡摩係摩，哦卡底。按摩massage。哦按摩 ，OK massage OK。按摩。所以แต่แล้ว所以一路feel 到講吼嚟，你運行啊，你卡掃嘅，咁樣嚟塔嘅，唔係啲人見到你卡，可能有啲掟你卡，你就掃啊嘛，都掃誒補嘢，整埋先。after 咧佢就嚟啊，佢掟，擼來擼去擼慣了，這樣。因佢在掃嘅呢個。咪咯，and then 伊個房間咧，伊講 that time 咧是有 lighting 嘅，如果是開 lighting 啦，就所以after that 伊掃啊，佢冇，佢再嚟計掟個夾達烏嗰度。有那邊那關嚇。那邊那關，呢度頭先你度上咯，唔係嘛？係邊個你管咩？你上行北嚟位啦。去甲你管咩？就冇乜是搞夾達烏呢咧嗬，伊就 feel 到係你物件真久咯。如果你按摩一個人嗬，你去甲你夾達烏伊巴下你啊，你就係水伊 body 啊嘛，對唔對？伊就對黏伊 body 到你真久啊嘛，到你卡咧嘛，對唔對？你 feel 到伊 body 嘅 weight 咯，對啊，after that 無久呢咧，伊就搞甲巴下位咧 ，after that 咧伊就看到伊目睭開遐者，伊就看到一個。白影你看是阿摩人咧，伊講打波來，嗬面無看到，但是打波來，穿隻底嗬，徛到伊頭頂嚟。垃圾物件咯，所以伊就哇，驚就跑來 push around 啦，掃咧。push around，掃手掃下咯，掃啊，伊就喺裏面就冇嘢咯。你伊是徛到底伊頭底嚟。哦。就咪見到你多點嗬，我徛你頭底嚟，你看到我係卡底加 short 咗。咪鋪了啊！
头掉，一直卡掉，你看卡掉头壳咧，边啊，伊倒掉面层咧，伊卡到伊耳啊边啊，伊拿嚟下了伊面啦，伊头啦，下了，有，伊听伊先啊，呐，但是伊看到。如果你是聪明淡薄嘛，迄个人做三妹你看到嗰是100个人。三妹人是，伊是等人啊，啥物？啊啥么？伊讲是阿嬷来。无迄个三妹嘛，毋是你马杀是人喎。马杀人是台湾人。三妹是台湾人来，伊是常常是拄着物件，伊常常拄着物件。如果伊是拍戏的嘛，可能伊拍戏啊，sometimes伊拍戏有拍几戏本的，常常拍几戏才老认真的，所以讲 sometimes 有拄着垃圾物件，像讲伊有讲是到时讲伊古早是无相信，即个人如果香港人自家爱去迄个外口拍几戏啊，咩拍去外口 ，especially 啦 outdoor 啦，去拜。去拜，伊无相信的嘛，所以伊无相信的，伊 after that 伊讲伊有一个stuntman 都是无相信的，甲后生真正假假的，然让讲让 camera 哦摄着吼，垃圾就 push 咧，有一个 stuntman，所以伊就马上叫伊的导演讲，你会使陪我香互我嘛再拜 ，because 有一礼拜内面拍戏嘛。所以讲，伊无相信，甲上摆迄个 cameraman 无 cameraman 讲，cut 未拍，但是未拍，收工，啥物事？打到底样可以看，迄个 camera 是会摄着垃圾物件，像一个恢复的影，你看哦，也袂 push 迄个一个 stuntman，所以迄个 stunt 迄个几个 stunt 拔刀受伤 ，because 伊会跳落来几若层楼先吼。样是跳迄个有迄个面层的嘛，对毋对？对，所以说吼，一跳落，伊是准的，嘛，伊是变甲闪去，像啊，互风吹的，迄个人闪甲边仔才远because 伊係塞伊只，所以無落到當嘅，落閃去。betul banyak嘛，你估唔對嚟啊？你先幾個數咁講哦。无咧，无物件讲，我对佢听。我小學啊，我小學會驚咧。哎呀，咩事都得咁啊？No，我把你到Jakarta，站去Jakarta flight delay 嘛，對嚟了哇 ，because of 佢哋haze 佢哋 weather 啊。maybe it's allergy. Yeah, I think it's allergy, nothing. 這裡我唔明啫，我講幾個數？啲度咧有幾個數？冇啊，佢即係咩啊？啷叮當佢聽有句嗱，聽就講佢講用佢哋。膠嘅白油啊！高嘅白油啊！你講我開，即係件事真係嘅。我冇相信咯，我冇相信。特別我唔敢 try 喎。嚟做隻 unofficial post， 即係聽幾個人相信。確正這樣相信。記住啦 ，OK， 有相信嘅人出聲。相信啊，就是講你名字，是講489啊，489的是489相信 ，OK， 各種我相信。我相信啊。冇別使講，了別人。我唔知咧，冇 scientific， 所以我唔知講相信啊，冇相信。以前即係物件是冇 scientific 嘅嘛。係咪搞嘅白油？冇講你搞白油嘛，所以是 generally 搞白油。冇做咩？有講是你去係你只係 accident 嘅發生咯，嗬，就是係你緊急嘅咯，係嗬，你頭壓落去啊，你看到唔見咩？你有電頭冇人講佢啊個？我佢叫我做，我個 try， 我唔知兩講咩，所以時嗰啲你頭落去燙佢啲卡係啊。對。
我冇啦，安怎狗會目屎，會目油會做你看到，你會看到對，我是相信你會看到人，你是會看到誒。係咯。冇啦，你人講狗會看到嘅時候，maybe 啦。狗會啦，特別狗，OK，你有相信講，例如講你是，我有相信講狗會看到，物件人未看到咯，我有相信你啊。这喵嘛看得到，有你啊？喵不看得到，喵不看得到，狗個喵不看得到。囡仔細漢時咪看到。哈，對，係你有咩相信？應該中頭潮，應該中。我相信狗嘅尿，because 像狗啊，狗嘅尿啊，樣禽獸嘅sense啊，較靈過人嘅點，我感覺。OK。所以我感覺到伊人嘅 sense 嘅 spectrum 人是被 sense 嘅人。because 樣嘅 hearing 嘅樣嘅係咧 sense of 係咧，不比我人個係咪嘛？你捌聽過？你捌聽過就講人講地震嘅事啊，未到地震嘅事啊，是數年是讓邊啊當應該知啊。狗仔咧是因為未地震嘅事，伊個 tectonic plates 出來就係聲真正嘅 lower frequency 對，狗個動物會聽到佢嘅 frequency 冷啲。就是講你鬼嗬，伊嘅聲是 frequency 是不就 beyond 人嘅 perceptible 嘅你啦，我是講。所以是講人來是人 communicate 是 frequency 是係都像廣過人會聽到，甲低過人聽到，特別動物聽到嘅。咦，後面數囡仔會使看誒？做咩事囡仔會看到？冇啦，OK，我等下我有一個 theory 嘅，我有一個 theory 吧。Of course，這是 if on the basis 講有影，這世界是有鬼啦。OK。啊，真係冇聲嘅。maybe 細漢嘅時陣，嗰啲 reset 掉 programming 嘅時候，嗰真正 clear。我人大漢了，already 有隻 mindset 較 stubborn 了，被成個無咩個板個鈍了，無咩會注意到，反正物件無呢 sensitive 過。你條你上面咧？OK， 我人嘅 brain 呢有寫一個 automatic 嘅 like 一個 filter 嚟看 ，OK，so 若是講我人。囡仔是你人無安尼是 distraction 嘛，對，所以人嘅 brain 就較標，所以 if 這是 on the basis that 講 the other argument 講，這世界有鬼啦，講實啦所以若是講你有，但係若是講囡仔你人嘅 brain 較標嘛，所以伊無咧 filter，所以伊就使伊你人較看到，但人大人咧是，人有真係 influences or something，所以是嘅是咩啊？even if something 嚟講。伊是一個 self-protecting 嘅 mechanism 來大人嘅 brain 嘅位，所以有時講咱看到鬼本，伊嘅 brain 冚佢that receptor 講這你看到是鬼 ，you know，to protect so that 咱袂燒。咱嘅 logic 嘅時候，咱 the more 咱較只有用 logic 來做 judgment，還是process 咱嘅 perception 啊。所以咱看到、聽到下面物件好，咱你拿大漢你學那這物件，你都用你 knowledge 來 analyze 你嘅 perception 㗎了咯。然後你是細漢嘅時，你阿未有嘅時候，你是只表嘅 anything 接來，你是 perceive 就對啊，你冇用 reason，還是用下面來 filter 過伊 perception，是唔是講呢？無我 feel 嚟講，這是一個咩啊？所以 self-protecting 嘅物件嚟，所以嚟講，所以嚟用 to protect 你。所以你袂燒去，然後嚇到燒。所以你是成個講，我是想到囡仔是看到是因為樣無 filter 嘅事，樣看到人咪是看到人，看到物件就看到物件就講呢。人是大人咧，咱是講你物件，係咩嚟嚇？唔是啦，佢唔是人啦，無可能是人嘅，所以咱無可能是鬼啊。咱係成個 brush off 嘅。你細漢嘅時就我看到隻 monster 就喺邊行，你看下。แล้ว
了，你就直頭看到 monster 咪看到 monster 咯，你都冇拉沙嘎嘎嚇，咪是嘎嘎哦。嘎嘎，嘎嘎是毛毛菇嘅嘛？哈，嘎嘎。我這是我 theory 啦，那這是我家己。特別我是suka 我 romanticize 你鬼嘅，所以就 shock 嘅，看咧是成個哇，成個 fairy Okay, tale so just now back to 講你教落曬啦。Because 我故事，我故事老咪教啊，那時almost been 個妹嘅高呢邊嚇， rough 到嘢邊嚟嚇，so 你如果你按照how to say，OK， 那時講我呢話橋嘢目屎咧是嗰時我就 scientifically 做啦，那度係寫去清氣係㗎啦，冇，我係寫去清氣咧是，then I will purify it 咧是，我滴落係是物質我係是看。加未掉掉 eye infection 啊，case。冇啦，所以就係講話我用咗scientific way to sterilize it，那是係 drop concentrate 我咪講，特別我聽到嘅唔是用呢白油嘅，而是講用呢白曬嚇，白曬啦嚇。所以見呢，特別你播嘅時候，你是播到你目睭嘅配，是播到你目睭剪入面。Because so far 啦有耐 ，I think 我聽過。400講配喎，400咪 try 過咩？特別係講你係是要只只 go through 伊個隻狗嘅目屎嚇，你定嘅就係到啲目睭剪入面嘛？你配嘅 under 你配。冇啦，上家，baby 上前 contact lens 先啦。哈，對，你特別帶掉咧，所以伊個 molecule。cái e cover 骨到啲你嘅白椒嘅剪嚟嘛，你梗係 go through，你白椒配你點咪就冇用成日下 shadow 呢，度你度白椒度被 go through 嘅，對。嗱，那是講what if 你播啲你白鏡，你播啲你白鏡 lens 嘅啦，未，我講嘢，佢哋冇係白椒成白針，係咪係定嘅？eye infection。哎呦，真係衰呢！這禮拜我目睭咪成白針。是咩？你去頭看裝？你係哪條嘅？你去頭看人裝嘅啊 ？I wish。冇。I wish 看一個突啊！嗬。啊！頭看人裝嘅，就咪講頭看人裝嘅就是成白針。冇咁張輝博。多病，我正病誒，你吊幾下禮拜，然後咧伊無整伊出事，伊未整嘅時候救伊就對，然後直到我啲嘴話就縮破去。有，你一破出來流出來啊！我冇喺度淡薄呢，喺度淡薄，如果我哋講話伊是全部未整嘅啦，伊個救伊。哦。那茶灰你，比如我介衰呢，正病有一粒，多病一粒，唔知道。那是多病嘅事，多病是茶灰薄嘅。哦，你 balance 啊？哎呦，簡單咯。咯。頭可能長水啊。冇啦，依時機嘅你搞係白西狗嘅嚇。阿妹咯，阿妹猜。你毛毛菇嚟啊？毛毛菇啊，得啦，歡迎毛毛菇。豬叫啊，係嘛？毛毛菇食開咧嗬？嘎嘎嘛，我能講。豬叫嘎嘎，係嘛？係啦。我跳嘅。你聽到啊？你聽到係嘛？冇啊，冇聽到啊。人哋佢在，哦，你知，喲，你而家只聲就講講你啊？好。我講嘎嘎嘎嘎。哦。豬叫話啦，嗱3蚊話係3蚊股嚟嘅。係啦。掉咗，我叫咗，毛毛菇。啊。你做咩事？嚇，搞係白紙嚇。兩講搞白仔啊。嚇。啊，係咪數？搞白仔係咪數？搞白仔呢條稿到底你白照配還是稿到你白照剪入面？你梗係看到。家人講是白照剪啊。哎呀，未有條度可能。
你把咱耐聽講，把 try 過啦，我蒙古啦，咪 try 佢可能你過你唔看最最聽當今啊，這邊有人會 try 過咩？冇，頂下啦有，係咪我把聽過啦有耐聽講，把講過講人 try 過啊，耐冇講會看，做啊會看到嘅，伊唔是 maybe 唔是 immediate，but 甲班都佢會看到啦，啊。這間是 immediate 啊，這間是 almost immediately 做我就看得到啊。然後嗰一間你是甲班，然後嗰就係話嗰有一間就是我捌拄過嘅啦。哦，哈，啊，你講下。啊，特別唔係做佢啦，特別你唔使要看到。我捌拄過，一間係獨背鏡啊。哈，嚇，伊唔是講伊捌 try 過啊。哦。後來我 try 過啊，時咧，伊就看會到。哎呀，安尼應該看到，我是垃圾掉，我聽別人學講話就係講其實是啊，只派看到鬼嘅。你就俾我媽咗，我就教你講過咧，唔是啊，佢早細漢嘅時用另外一個 method，唔是啊，也幾人立家己啊。嚇？到底攞吹幾人？立家己。啊，吹幾人啊？細漢嘅時啲套幾人嘛，係 MC 啊，有人係冇？入邊啊。有人係冇？嚇？有人係冇？有人係冇？有人嘅，也幾人呀？也幾人？有幾細？幾人唔是咁槍啊？咁槍叫幾人嘛？冇啦，等到人出嚟自己嘛咧，要幾人？啲幾人是幾人咪是咧藍色嘅 bus 咯？藍色嘅 bus 叫 bus 幾人咯？唔是幾人啦。bus 幾人？唔是 bus 幾人啊？對嘅知道。咦，這麼是咩幾人呢？一幾人有幾細嘅數啊？幾多幾細咩細啊？我幾細你食咩 ？bacon。我昨天係春嘅 bacon。我嘅腰難看，然後我按個無地，我自己一人得做。啊，所以冇別人煮都未見面咯。冇咯，伊個即個趣味講，因為我煮笨笨啊，係咯。伊個乜胖？就是咯。伊早較早出咗咯，7點幾出。係啦，乜嚟胖？另外啦，另外係。我記得可能咱 take a break 嘅時間，家己煮。我其他我講鬼數，我係真閒嘅，我當今啊，one thing我唔知是我老咧係啥物。我有時拄到人啊，樣聽到講鬼嘅故事啊，定住我對佢馬來西亞時真正係我咪去教頭毛咯。然後我去教頭毛，伊一看哇，真濟鬼嘅故事嘅講就。Touch game。哎呦，我未好講，你為事成日講，到底你披薩什麼披薩？你叫咩 ？Spice 為對面誒 Gypsy 啦，咩？你叫咩啊？Relau。有下邊有點廚師，唔知只3站4站5站咧，可能你樓下有一間啥電器店，你伊樓頂是幾多有賣。唔知啦，只鋪出店就對咯，唔知我未記店名咩，我一定話呢。阿生你名阿生，羅記嗬，伊店OK，樓下有一間成個隻台灣隻嘅，講呢隻台灣隻嘅。Golden Triangle 嘅condo 啊 ，Golden Triangle 嘅店誒 shopping 咧 mall area。對啦，Golden Triangle 樓下。Golden Triangle 伊是唔是 Golden Triangle 個 block 係你去時，伊到處邊嘅，我其實啦，伊是一個講呢是俾台灣食嘅，然特別被套魷魚啊，我唔知叫咩啊，未記啊。แล้ว Golden Triangle 是知道咯 ，Relau 是知道咯。Spice 披薩就係啊。Spice 嚇，pizza。係 Kiki 浪杯落㗎。to airport 啦，I key airport 嗰邊。哦，我冇下面，我冇下面。係咯，key 嘅 area 啦。แล้ว但係 bus 邊啊？哈對，แล้ว我係
我會向西走呢。係咪走車啊？一店是唔是叫咪多摩嗬？伊個頭毛店啊？嚇！我唔知我未記名。種橋餅。去樓頂嘅，我係孫嘅人去入面加嘛，然後咪是對去。哦。แล้ว我記我行過伊店嘅是，伊是第2樓嘅，甲頭毛店。我一店第2樓嘅啊，伊唔是頭家底。แล้ว伊唔是到下底樓，唔是到第下底站嘅。哦伊到第2樓。，OK。แล้ว伊是第2樓，伊是較另外一邊嘅，較我 on the other side the other end 嘅，唔是我喺你台灣食嘅。所以講咱紅會前會到啲迄個披薩餅接來嘅時候，你就彎接來嘅時，你咪就彎正手嘅接去伊大路嘅咯。แล้ว伊個 Golden Triangle 是到啲多手餅嘅時。OK。所以到啲你成多手餅，你就成教就是喺台灣嘅 restaurant 就頭一站嚟啲，แล้วก็行去下邊，你when you turn entrance 嘅時候，你接去下邊嘅時，伊是較我另外一邊較遠 away from 你台灣 restaurant 嘅。你伊樓口有電器店啊，我咪冇想嘅，後尾又沒有北。我知有電器店，對。伊有隻阿咪，嚇我會記，我電器店是我動嘅，因為是成個 north and south，伊 left and right，你是伊動嘅電器店，你伊是啲 right hand side 邊嘅，去樓頂一站，你伊較晚啲就 end 嘅。有，你講咩？我是未記啊！伊講嘅咪等我想，我突然就衰啊！伊人講白打我特別用我 phone 錄起來啊！你人講我講啦嘛，我聽啦我未記啊！變相嘅你定咧個嚟冇講 story。我未記喎，啦講嘅你估啊！特別唔是我極掉係咪嘅啦？唔是特別我去回家咧，是間順梅啦。哈！你去家頭冇佢講鬼故事嘅，你奇怪。Because 我講起咧，人講人在我特別我做去邊咧學見嘛，我係孫人，แล้ว我姊本就去啦，我姊講誒嗱，自己阿孫啊，就鬼故事你妹啦，咧就哈講咯，伊唔使講一道嘅事，人去唔知得了丟晚嘅只行是得了嘅事，哎呦未記啊，到底你未記啊？ something like 伊有看到一老人啊，什麼我未記安怎了 ？Sorry 啊，我未記。我不打用 record， 即係 audio record。我 record， 但係我你看啦，我個係 record。我都是特擺呀，我是想講我會記嘅。伊甲我講嘅時講哈，安好聽嘛，我會記咯。一對嚟錄音時我未記啊，伊關係。告訴關係加面我都未記起，我在嗰陣時去食烘，伊個小弟老人去食烘，那時看點物件。一店是唔是叫 Vigo 係 Hair Studio？ 啊，成個事啊，差唔多啊，成個事啊。我啲看 Google Map，伊名我未曉聽，伊名成個就咁嘅張嘅名。嚇？是咩？ You mean 夜店嘅名啊？伊唔知咪乒乓，我想冇咩，佢冇想講只平常嘅名，唔使成日講。伊是想唔知人 French name 是咩？是啊，唔知我未記啊。你好，你是想要去吹啊？伊名阿生。 然後一隻我過來，你問小仔去外面，要佢未請。我知道我去啊，等你6點鐘。我知道沒來，你唔到啦。冇啦。我知道愛去沒你唔到。唔是我係菜。誒，這個誒，我俾你食了啊！我食咁咪食咯。這是 the last trip 你來啊，嗬？ last trip 你來是咩嚇？這是啊，我係個尾端係嘛？哦。我係二個嘅 boss 啊，美國人嘛，因為端去美國，7月是端去美國，咩可能啊？哦。他們嚟跟 biscuit。Chicken in the biscuit。 Chicken in the biscuit。食個雞味啊？唔知點啊？雞味啦，意思講。
jam我第一个食。巴當那是我個拄着上。我係bouillon kalau ki biscuit。哦。巴當那上。是叫 ginseng salon。Sekarang tu mui。真係阿生的哦，英名。對咯。有可能哦。ginseng 哦。哦。伊 phone number 是幾號？來講，先講係 phone number。即係成日咪兩句嘅嚇，當機。唔是啦。我講啦。你冇聽過？我聽過講人看你嘅。等陣，冇。等陣，直接講，即係你直接要講成個是關鍵點。我講。OK。嗰陣時我打咪是做工，我點點。有去 travelling 嘅咯，所以 travelling 喺學校嘛，學美國啦。但係都唔數，有前落島呢有數。一擺一班嘅經濟奇怪，因為伊梅一袋咧梅啊，伊在經嘅梅啊，國口會行。伊梅會行嚇。但是遐正少就是咧在經嘅，在經嚇。有誒貴新人貴新嘅嚟，伊每貴咧貴新是驚，伊是長比貴，伊做伊驚只冇咁解，這是真奇怪嘅。無怪得我人教我講話嘛，所以咪有時咪就去來去在經嘅啲內面在經嘅驚。我飲咗內面嘅西經嘛是有驚，較濟嘛做西經就有驚嘛。內面嚟面出入面就有驚嘛。你嗰時內面西經驚多多你啊，拔到嚟頭卡學㗎啦。喲！我嗰時啱咩時我掉啲飲嘅每能播啊。對。我入內面我就說這奇怪，但係唔管啊，想哇，咪就係去做工早起啊，所以唔管去困咯。要麼就早起去嚟裝 A 先，行個咯，就是幾多。吹過嚟㗎啦，你咪是變咗咪條烤人咯。我之後我再去做工，我做工是industrial setting 嘅嘛，所以唔裝 A 了嘅。我做 on site 嘅嘛 ，on site 嘅。免情義咧。話啥？你咪是條烤人，我要你房間，玻璃破啦。好啊，快 reception 啊，會玻璃見只頭嚟啊嘛，所以成件嘢唔使做。你冇聽到啊？你冇用啲在經啦。困我唔用啲，我困嗰時，我成日聽到砰之聲咧，特別我困嘢嘛。所以你冇聽，你話啥？你冇聽到啲玻璃砰破聲？冇聽到聲砰之聲，特別你成個愛鼻啊！愛困啊，下了愛是個困到對起喺手邊，有時冇在傾嘅學嘅冇做。等我看下面。壓力下。壓力點我看到。哈，對。有查人咯。investigator 還是？OK，你走去，你去教下我啦。你去邊教下我？因為阿生啊，了那邊你個阿生，了你講伊唔知，我 nephew 叫 Marcus， 你講 Marcus 係 uncle， 定到嚟講幾個數？你學嘅咧，結果佢有隻 episode 嘅阿生嘅成績真正好。特別你就 call appointment 嘅喎，你咪得 call 伊。YouTube 有 number I think 有 listed。I mean Facebook。I mean not Facebook， 伊 Google 嚇我。唔知我隨冇位 number。我係隨得。啊。即係查我哋搞。查嘅頂搞。因為依家頭冇10 minutes 嘅，伊係幾個數嘛？10 minutes 乜都得啊？嚟講1點鐘嘅，你幾個數咧？
嘛係講話炒咗出去零個幣咯。人愛講，我炒一電嘅人就係迄家，做只一電嘅人就係迄家。係講乜價阿健阿 treatment。Right teacher rebonding。re 咩 ？rebond，我係 rebond 嚟睇我。rebond 係咩嚟？佢寫佢啊？係冇啊，做頭毛跌跌咯。就冇啦。你個電開 Q 一個就係跌，跌一個就係 Q 一個就係跌，或者佢係點整嘅咯？係咯。你講啦，你 color rainbow color。隻拍毛，隻海等咁噃，我哋家己點寫啦？隻 extension，係講 extension。你就係話小聽到最刺激嘅物件，嗰時係咧即不都買用講嘅嘢，到底在到咯阿布達比什麼是杜拜嘅，是唔是個不都買用講嘅呀？講嘢房間裏面有咧 insect 嘅啦死嘅。那是啊。你是如啊？Middle East 啊。Middle East 嚇。冇啦，哎呦，我哋自己就是伊講伊 office 嘅啦，哎呦。哦，手拖嚇，拖手嘅嚇。among others 啦。好聽冇幾長。你不對嘛？你到底新加坡一個啊，係一間做工下邊嘅是，你在講你不讀過嘅物件啦，是你冇做嗰啲工啊都冇啊，冇對啊。冇啊，咩咯？你話但是係為做你垃圾乜嘢？你還是你不為個有嘛？你講定當你媽嘅厝是得咯，是講你狗走嚟咩？你會看到 something。哦，happen lot。係你是個 during 係你 timing 個咩？哦，係 period 本來上 period 㗎，你做緊下邊嘅。個係你 period 個啊？哦，所以你過下邊嗰度冇啊，係一站。冇啊咯，I think 我感覺到這物件是甲 environment 有關係本嘅。哦。有特別你到底你Middle East 做工嘅事呢？Middle East 做工嘅事是冇，特別是我呢係你較奇怪嘅咯，I think 是係你查某家己有問題吧。哦，有可能做光頭什麼？maybe 哦。Because after that 伊走了過後嗬，出來了冇關係。冇關係咧，有可能是伊嘅事，我感覺到啊。係啦，有可能嘅咯。乜嘢有可能哦 ？Within 一兩禮拜，規個財經你開起來係 spider web 摸摸嘅喎。你翕到小影啊？你翕到小影啊？冇啦，但乜嘢有見小影？佢個小我哋見是 spider web 嘅。啊！你家己 imagine 看，我呢講係間厝有可能是幾廿年，你開起來 spider web 有可能，伊個 spider web 是空頭嘅嗬，規個 bathroom 本是 spider web。The only can logic 是講 maybe 係你 area 是已經 infest 是 spider 了嘅，一個間厝。有可能啦。啊。有 spider 了是那是 breeding season 呢？呢個有 breeding season 嘅嘛？Middle East 有 breeding season for spider 咩？我唔知哦，我都唔知人做。台 weather。有可能。即係成日阿根桑嘅地河是個是 spider 嘅，我諗這邊是tarantula 嘅咧嘛。有人嘅厝捌叫佢係咧咩叫咩brown recluse 啊。Yeah. Brown recluse 伊佢哋 apartment 嗬，伊 rented 嗬，伊有 brown recluse 伊小阿妹嗬，伊掉咗花絲隻白起來，所以讓叫人 inspect 伊 foundation 啊，伊係咧 in between wall 加了是 brown recluse。brown recluse 是真正毒嘅，真正毒嘅。但係呢部出嚟做亂咗嘅啦，伊 avoid 人嘅。但係如果佢間厝嗰啲有囡仔危險嘛，你都要教人啊。對，都像我也教咯。但係佢間厝嗰啲是 infest 係咩啊 ？infest 係佢 brown recluse，所以現在做 treatment 咯。所以 it's not that bad if 呢個間厝已經叫 infest 咗啦，呢嘢你看啦。但係嗰隻係嘅是合作啦。我講咩？
無是講咁咪奇怪嘛？我 clean 咗個櫃後，就冇出現咗我知唔知啊？我哋 clean 咗櫃後咧，係一個禮拜都冇破櫃啊！我唔知，我感覺有可能。降頭冇咩 explain 降頭。你講降頭係啊？伊是 black magic 嘅降頭先。係啊。voodoo。我哋嗰啲嘅物件，第一件嘅物件是降頭嘅物件，你吹彈啦。แล้วน่ะสิอูหมออ่ะสิอูจิงกะ feathers จิงกะอู biological เลยมั้ยครับลูลังเอกีเบฮะเลยฮีฮะเลยfilm Blair Witch Project ว่าควายว่าโบฮะมีเกียร์ละแต่ปีว่าเตะเกียร์สิอีหลังอาแม่คุณขี้ไล่อาแม่กุยแม่听到声แล้วคุณขี้ไล่สิหลัง出来一灯สิดีกว่าบินะ有这个茶的物件，人哋放啲嘅，我看到我梗係魔鬼腸哦，我係魔鬼腸哦，係第一件嘅點聲，係我看到咧，我那是我 imagine 啊，我那是家己一人啊，然後出來吹彈這個款嘅物件，我就真係驚了。少。特別我唔是驚鬼啊，是咩？我是驚是係咪細個嘅人去做呢款嘅物件。係啦。然後伊呢我甲我。一定我係等你嗰邊咯，我哋酷呢事，一定我係等你嗰邊咯。人哋我嘅話，我都冇注意。人哋講你做我驚。安尼 OK，但是講，你是在講你有可能是人做嘛，所以你個驚咯對。但是講有啲物件冇可能是人做物件，你會驚呢？係是，我較冇驚，因為是我是人哋講。即係你被變廢嘅啦，就被變廢安裝嘅啦，所以你唔知是蝦米來。所以我講一個 situation 我聽看你安裝啦。嗱，先講你去，就我咪講過，所以咧你變成囂嘅大家Bangladesh stay 嘅人，แล้ว你你再去 check 起來是你規定成個學堂嘅人就在去，就 weekend 大病，แล้ว你落來樓下時。樓下，你在馬來西亞人卡就咪是青青拖咯，แล้ว定到國家บังกะโล時，你咪是青青拖接起，你咪是偷到啲梅嘅南邊餅到個口，แล้ว係แล้ว就去困，แล้ว你落來咪就就去十幾人咪是十幾箱嘢嚟的，一個了嘢都合餅嘅啦去吸啊呢，你即係諗咪是係，一青拖咪是白啲都係啲咯，你青嘅時候樓貴樓卡嘢嘅啦顯過來，你。感覺就做，我是話啥刺激啊啦！我啦，哈你話本是誒咩？專有 natural cause 嘛？安怎？冇條啲有出嚟動物啊咩事嘅病起來去看有物件會得無？有動物去病起來看有成個紅蝦是蝦米被食啊？所以本是有 natural cause 嘛？哈你話冇驚啦，我咪驚，哈咪做路病腦。and then 啲想到，我唔是想到是鬼，我是想到是刺激。我睇你看你特別早期數。頭一條我是想到是最差亂。你未變白嘅時候，後面數到人腦就被跳起。誒，我是鄧人嗎？嗰是奇怪，你話 sometimes unexplained 嘅物件。我 unexplained 物件就是想講是鬼啊嚇。嚇，我 unexplained 就是想講是鬼，因為我你會家己話嘛是講無 explain 嘅物件，但是無 explain 咗後面數到條去塔起來一個 explanation，無 logic 嘅 explanation 去塔起來。你就家己講咗無 explanation 嘛是，就是無 explanation 是無 explanation 了咯，幫嘢嚟講咯。我被 settle 喎，我被 romantic 嘅時候我被講。嚇，所以你條啲被相信，我被相信鬼 because 嚇，所以了 I believe it。了嚇，了是我嗰另外一個就是一個鬼，即是鬼嘅故事，就是我聽到我到底笑頂到啊奇怪，我到底中午聽嘅故事我會記啊，頂住無你個聽幾個字整我未記啊。老誒，I think my memory more 咧，I think that install 先 SSD。我驚 iCloud 了。那 iCloud 個 download 個慢，喂 internet speed
就未去。แล้วyang是香港，所以yang去บังกลาเทศ我冇去。แล้วยัง去บังกลาเทศ人就講，就起落來是伊個卡，伊個前托個了掀過來，變過來。แล้ว伊嘛講奇怪，就做啊，就差亂啦做呢。แล้ว是伊就冇插咯，扎起伊個前托就掀起來。車起來是，因為實講唔使撞差亂人啦，就差小人啦，是咪咁講嘅。哎呀，我那是講到聽，那是個了為人個了是朋友啊，好朋啊。The likely explanation 人做 is a practical joke。對。是人落來啊，咩是冰河路人個了驚啊，扎起事起來是河路人個了驚。你呢度冇人食，冇人行，冇人食錢，冇人食錢，呢度比較緊了度，喂，我一間朋友同我講嘅呢，伊就講伊就名稱，伊名稱有一個啥個咧，三地鏡嘅玻璃，三地玻璃嘅叫咩名？賽博嚇，了伊就到下邊，有一次是到坐到邊無困啦。伊就坐到邊家己一人到啲房間裏面，即做物件到底做物件咧，伊就看到一直在行，邊仔會行，歪過去到啲房間嘅位，到啲伊個即個伊唔知樓頂嘅時候，在房間裡看到，伊就看到即個藍莓嘅旁位有一個影。背嘅安尼夾卡，夾唔是手啊，夾卡咧卡呢嚇，顯你可以吸到對嘅咧，顯你吸到對，伊看到安尼就赤鏡就邊個看到冇行啦，伊就邊過來啊就還是伊個樓頂嘅前頭就邊過來啊，所以伊唔敢教人，伊講我唔敢教人，講人哋邏輯一樣嘅前頭邊過來，所以唔敢教人講人哋樣對嚟啊，是甲教人講。所以講是，伊講是有幾顯你卡，伊講是查某嘅卡，因為顯你。或者，家姐你 Frankster 未必是一樣。那有可能是 Frankster 是一樣。講到嗬。我記得佢就我 brother-in-law 做 UPM 拍車，所以伊做 hostel 嘅，and then 伊找到咧伊阿妹自己困住咧，伊夾起來，你睇你做 hostel 嘛 ，and then 你嚟燒起來你嘅嘛對唔對？所以你係個卡你嘛是夾起來係邊一模擬咯，所以係那邊 hostel 嚟啦，房間嚟啦，所以伊困阿妹一半嗬，伊嗬。見sebalik dia hai min chen thọ bên nhau hale ya explain qua kuya qua ít lần to hotel nào maybe si ikaki kun I dream I kun bang I sanga hambin kaki kia ibu kun bang kaki kia problem but is somehow the day is the ile hai min chen thọ bên nhau tại flip là upside down cái theo họ tới nó lấy chắc kỳ quái là basically thì nó đi làm mà hắn tổ đấy喂 cousin 呢，迄個就是我 cousin 告訴我到底maktab perguruan 啊，di Sungai Petani 一個 maktab perguruan，伊讀是伊個大波當數唔是當數當學咧，意思講到底樓頂伊個 roommate 咧是。早起醒起來時，伊通啊開，伊 roommate 無佇去，伊每個鎖掉過，講伊鎖匙是喺到啲伊個枕頭，伊 roommate 到啲樓下嘅落去困，3層樓，特別唔知咗邊啦。唔是講唔是姊妹啊咩？是不，喂，姊妹是伊個，姊妹是哦，冇乜得不 group 啊，未必是啊。我就講請佢嚟是到啲樓下。你啱你講嘅時咧是你邊啊？你娃娃唔是講呵，伊咪是代被讀嘅嘛？哦，未必是啊！你頂到較準啊，當叫我 memory faded 啊。哦，對啊，你打波嘅時你必上阿娃嚟告訴。
因為必生啊，你在必生，我 cousin 到底生個不單呢是伊 classmate 你喜歡啊，因為今年必生阿爸，一個必生阿娃，你一大波講你必生阿娃，你必打很更加頭潮，必生阿娃照啊，你大波每日必生阿爸，必生阿娃，對嘛？必生。哦，對，只買對伊指嘅頭，伊嘅指嘅鎖匙係到啲伊嘅尖頭杯嘅。啊，對。你講我 memory still hold 咯。啊，對，我未記。嗱，我是未講，我是未講嘅呢，是唔是未必是上個係你咧？伊是家己含面，了夾伊下行去伊嘅名稱落去，特別伊唔請嘅係是家己嚇。brother 我講過，伊 UCM 其實伊嘅 unit 嗬，人講人確實是咁樣時，sometimes 啊，無影響伊啊，頭太臭啊，所以說先影響洗頭嘛，洗全部嗬，洗全部咁樣時，你就停落來是嘛，驚為咗開水嘛，就唔叫做先嘅，你第三支手甲你掉水阿妹。shampoo girl, hantu shampoo girl. Iya dah dah je dah. After that ha, masih hamil, kỳ怪地停者，你個拍頭者。呀，就係靠阿妹。你是朋友人嚟嚇，查來。冇啦，你講你撇頭嘅個死冇請佢個啦。一停者嘛，一開嘴啊嘛。你後悔嘅。靠阿妹。係啊，我話你話講，我嘴托卡路嘴嚟嘅。會死。所以那停者一個拍頭人，那個靠，哇！這個呢無人嚟走，到你學生妹講，你食菇啦！我 brother-in-law 是 I think 差唔多英國這樣飛先嘅人。所以你人不做喎，你人個企學堂嘅時，人白朋友看了打波啦，人啲 shower 嘅時。你看人哋洗頭毛嘅時，成日伊講啦，你目睭就要冚嘅嘛，你頭髮壓落啊，你白起啲嘅 shower stall 啲邊啊，你啲倒 shampoo，你啲洗未清氣喎，啲氣喎，我不確個 YouTube 嘅。YouTube 我捌看過樣到啲咧 beach 開機。講條東西就來做咧，可能就好潮咁話死咯。如果是驚，你係朋友啦，條係朋友啊，伊真係伊 reaction 真係好快，伊機紅嘅哦，佢係機性地。媽媽哥，你個請未？啊。車啊，叫我唔車咯。喲，啲款啊！講，冇啊。Kita nasi kandar parah mah, mahal kuno. Yo, kita係nasi kandar。冇啦，但係見啲食咧巴多要貴節，食死人。誒，蘑菇啊，你好命攤食椒糊。誒，貴嘅，兩件派出。芝加糊唔是椒糊，椒。芝加糊哈，芝加糊是一隻詞嘅。冇，芝加糊是伊細妹啊，你煎咖喱你食伊貴糊嘅。啊對，你特別刮嘛，你就刮一成股嘅嚇。哈，然後煎伊，你看蘑菇嘅 Facebook 啦，我看咧梗係冧咗。係咪冧咗啊？流挪變冧挪，你真係冧咗係咩哦？係咪？冧咗係成個就 messy 嘅，安大啲嚇。messy。就講冧咗啊！特別我講安大啲嘅時候咩？安大啲是冧咗咯，流咗嗰是 drooling。salivating。冇，人講冧挪是 salivating。哦，冧挪啊！呢是冧挪，唔是撈挪喎，冧挪啊！冧挪是，然後呢，
那是叫淋挪係啊？淋挪。冇。冇啦 ，salivating 啦。流挪我是叫。淋啦。你講流挪啦，淋挪啦。人講淋挪誒。淋挪誒，即係咩 BBC News？誒，這是最假。夾過去到伊冇去了。冇去咧 check 嚟，去咧 check。嘢攞隻水，就擺鏡咧咪鏡啊？這是 BBB 啊，就最來，這是鏡。唔是話。我起來。Malaysia school shut after。哎呀，馬來西亞我等幾個咩？你看呢 ？Let me guess 啊，查波我等啦，查波。三個了，查波。It must hysteria 呀。hysteria 嚇，快點。On camera。Sekolah menengah Bengkalan Ceban. Ha. Tama. Waktu này thì. Cô còn聽咩？聽到。真嘅。來講我聽。我對嚟，我就接半半啦，對嚟แล้ว想講，厝無 coffee แล้ว嘛，แล้ว我去買2 in 1嘅，แล้ว我走對嚟 Alex 邊外口有個大潤節啦，菜店媽啦，特別一半去住咧嚇，佢度白誒舊嘅 office 嗰邊位。哦。OK，แล้ว我唔捌去過嘅，有店我都定去嘅，有早行近嘅嘛，我甲 Alex 行過去啦，但伊當今搬去邊愛坐摩托車過去，較遠淡薄去咧。然後對來是冇 on the way 去咯，然後冇去入邊買吹，然後嘢物件，然後是I check out 啦，I 行路啦，咧一點無講真濟人佢換了嘛，甲9點幾啊無咪人了誒，差唔多係冚店咧。แล้วowner หมอตีเป็นซุยลุย咯แล้วAlex หมอเฮงลุย咯แล้ว這時講係เป็น3千人啦ทำหมายว่าหมอ3千人咯แล้วเห็น cashier อี度 suddenly อี度問 Alex 講你過來嚇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ะดู來了啦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ะดู來啦อาจารย์อี流嘅話就係係啦อาจารย์叫我講我是伊個แล้วแบบที่ Alex มา explain แล้วว่าตัวที่เป็น新鮮ว่าตัวที่เป็น新鮮講ว่าตัว把ขี้鬼你點啊嘛你唔把看鬼我咩ว่าที่เป็น新鮮嗰隻แล้ว紅一實你我頭整啊有一個安迪借掉啊老阿媽嘅事啊你教我講看鬼啊攞股的，看鬼的。แล้วว่าก็ส講有嘢是有人喺邊啊？很垃圾嚇！แล้ว我就直頭成間其實講嗱，依度講啦嘛，看鬼我嘛，我都不嚟鬼啊嘛，你不看鬼我咩？你就包括點部出聲咧，一嚟就講佢講，總是我行聽講話，點把伊啦，嚇，響解直頭，但係咧解講話，佢我度掉爛咧嘛，咪出聲咧嘛，講我鬧嘛，แล้ว冇汽車咧，冇邊嚟咧，我解嚟講。咁啊！比較啲時貴啲人，係嘛？阿姐自己後生講，喲，你先割斷去喎，喲，特擺你肯定就衰。嚇？毛哥，喲，咪喺度講嘅，毛哥嗰條斷去喎，呀？有，我呀，講下你自己呀。你不當 Steam 嘅貴。Ano? 我嗰時講嘅氣候啊，隔離哦。教話咩啫？會。嗱，我當時啲嘢覺得刺激就係咁冇所謂。蘑菇。我是 online 了嗎？哇，特別聲冇去啊。我去嘅。特別當看到這 hysteria 誒，哇！係啦，以前隻講無條啲是 haze 咗。啲事係jenis ada jenisnya ya。係咩嚟？都攞清10 2016呢哦。你看到伊個 state 無？格蘭丹。哇 typical 嘛，typical 係哦，特別擺嘅，成日都係嘛。
伊人講翕到係咩咩咩？要翕到咧就影啊，就人。係寫對去。啊，你咪喺度講啊，你講咯，咪講咯。係嘛？係咪continue講？แล้ว冇啦我同埋講得咯。你講㗎，你ตัว當時咯，你講話ตัว你講你是到底 Alex 講做咩事？你計然後 direct 講。แล้ว對嚟แล้ว冇坐車騎車แล้ว冇騎車冇 complain แล้ว講我好流咩？แล้ว我講一頭整喺 auntie 阿媽是住嚟，แล้ว喺度同我講。冇啊，3千人對平常時都講4千啦。我講冇啊，佢 auntie 聲個 A 過去 cashier 先借掉，你搞得會同我講有啊。你按照講你講3個人嘅，我有4個人，因冇，因3個人嘅。你個家己借唔到底去看咋？嚇！去做，伊講冇啊，有影是差唔多3個人嘅。喲，伊 confirm 啫。哦。係，伊個走去 confirm 啫。係看咯，馬路咯，大馬年咯。lu mama gulu rasa lu 頂陣時你冇講過，你講你目睭未看到咧，是你會聽到較濟吼，會頂到你是頂到你目睭會看到是你會看到物件，還是本是聽？冇看到啦，有。按照講啊，唔是講真正看到咯，看到你啊，係物件嚟咯。有啦，有看到啦，但係唔是講為了 shadow 安尼方面。特別你啦，實了你目睭被當今目睭被看到咧，一般做你耳仔會聽到較濟哦。哦，聽到濟。你可能你sensory 較 heighten 起來。應該是啦。咧佢就告訴，佢直接我唔是講係你我 friend 嘅教人哋咩？แล้วที่ไหนแล้วก็ไปว่ากู講起啦，講起咧你講起百里告訴就到新加坡嘅MRT station 嚟啦，呢個係 station 叫。等陣，就 because 唔係用嚟嚇，唔是不多嘛用，但係你講我 skip 喺 MRT station。我唔知，臭湖嗰啲哦。嗰啲啊，臭湖嗰啲啊，臭湖到新加坡嘅嘛，未必走去一件。臭湖新加坡嗰啲嚇，哦，阿富都巴用啲迄個 station 一隻水嘅 I 頭嘅，伊是 I 頭啊，邊個咧？邊個咧？伊 hotel 咪你家開嘅下先 hotel。嚇？冇啦，唔知咯。I 頭嘅啊，車山紅山，係咪山新嘅 MRT 啊？紅山不是？紅山啦，邊個咧 station 嘅啦？邊個咧 station 啊？這是 Raffles Place。係啦，哦，係你話就係啦。Raffles Place 上面我Starbucks嘅，我去 meet Starbucks 嘅嚇 Raffles Place。冇 Raffles Place 下邊哦，有一個 franchise hotel 羅邊嘅羅景 ，one of it 是有人跳樓死 repeated 了嘅。哦，你講嘅是 hotel 嘅啊？冇，依度下邊 station 本嘅嘛，我 station 邊嘛。當時最近咪你家開一間 hotel 咩 ？Raffles 咩個頭唔知啊邊啊？哦，冇 why？嚟唔要記冇講 continue 好先。伊個 MRT 嘅 track 位。哦。嚇，伊是 underground 嘅嘛？伊邊 station 是 underground interchange 嚟嘅，真係即成個地圖棒呢邊啊，是哦嚇，等於是地圖棒 ，right？ 嚇，แล้ว伊樣 MS 是 MRT 冚了，熟悉那邊個有人做工嘅咋 ？OK？伊 MRT 嘅成個講 station manager，sometimes 伊人都係 supervisor，伊都係邊做工嘅，แล้ว伊人都係 clean 伊人嘅迄個 station 嘅 track。就是講迄個火車停，伊人有一個有一個 team 嘅人下火車路有成個有6個5個安尼款，安啲個是大波嘅 uncle，了伊人去收學卡咯，喺那邊收學卡。So before 伊人落去，伊個 station in charge supervisor 又好 manager 又好，樣都係落去
穿一個迄個 reflected 嘅迄個 vest safety vest 啦，แล้วก็อย่าห้อยอย่า迄個lantern 啊，迄個按照講漸嘅光，安尼款嘅物件啦，即是講有 signal 講有人 in progress 做工啦，แล้ว伊嚇互迄個avoid 迄個火車細隻嘅講愛來 repair 來啦，迄個買衝過安尼款咯，所以伊人就綁好了咯，綁好了了，แล้ว即個伊人嘅伊嘅火就是有熱成個beacon light 安尼嘛，對唔對？先拿哈。是那安尼款嘅，咧伊綁好了，咧伊就愛行落去另外一個 end 咯，伊愛綁兩個 end 嘅嘛，แล้ว伊就奇怪哦，伊講伊行咧，按照伊明明綁嘅時有倒，咧伊行啊甲幾若步咧無倒去，咧伊就拍 check 伊嘅 battery 講無可能啊對用，แล้ว伊就淡薄刺激，แล้ว伊就講咯，伊慢一下咯，咧 OK，然後 back to normal 啦，佢咧伊就行去另外一個 end 綁好了 ，OK ready 咯，咁啦人落嚟啦，掃清氣好啦 clean 咧嗬 ，OK 到伊燒了咯，伊就愛燒迄個safety light 物件㗎了，แล้ว伊愛落去嘅嘛，伊人嘅火車路先至點落去 platform 下骹嘅嘛，所以伊人愛有 staircase 啲 ending part 愛爬樓梯落去，然後爬樓梯起來，แล้ว伊嘅迄個 worker 咁啦起來頭頂啊，咪等一間station 嘅人起來咯，佢翹迄個 lantern 嘅物件咁啦起來，咧伊行來行去，伊咁人看到伊就，伊行來行去吼，伊未起來喎，伊行未起來哦，咱人叫伊吼，伊無啥個聽未到，安尼咯，咧伊行來行去，แล้วwhen 伊度行真正久啊，甲兩厘字安尼款3厘，按照我行未起，找無到樓梯頭。咧伊度迄邊個在罵咯，罵查某來，伊是查某來，伊之前做家查某，伊度嘈甲亂了，罵吵啊，แล้ว OK 咧伊度 suddenly 伊樓梯有影是看會到了，伊度爬起來。แล้ว伊去我哥就甲伊講，按照你點乜啲下骹行來行去，做咩事？我人叫你無愛睬。伊講無我聽無到你人叫我看無到你人，我找袂到樓梯頭。了有一個掃頭街安哥就甲伊講你應該是有看到垃圾物件了誒，你拄到垃圾物件了誒。鬼遮眼。目睭扎着馬仔。有事愛發生了誒，了拄好 next day 這個 station 有影發生事，人係咪自殺？自殺對，人跳啊！早起嘅時間嘅時，伊個門吼，actually 伊有兩個門嘅，伊一個是 station 嘅門，這是火車門，了。แล้ว就是交火車嘅門嘅，แล้วbut the other end 就是有一個 escape door，but 伊樣到 escape door 跳落去。咧就是發生安款嘅事，你是聽到伊人講，所以這 station 吼本是無講一個清氣嘅。個一個紅山。這個公民宿舍嘅嗬，幾年前嘅時唔是有一個 trend 咩？伊一個跳了 continue 幾個few months 內面有有人跳，伊是一個 trend 嘅可能。但是你睇下去，你睇下來新加坡嘅 train station 哦，佢哋有 platform 嘅哦，隔離有門啊，頂到無門嘅，無佢哋鎖嘅。because of 這個公民宿舍咯。頂到無嘅嘛，頂到無佢哋 glass door 嘅嘛，你會使頭。伊 train 到了，你頭肯起嘅嘛，你會使跳落去伊 track 嘅嘛，但係袂使啊，隔了有一個 glass door 砍掉了嘅。你伊火車到時，伊開嘅門是開啲火車嘅門呢咯，有。兩厘門開。兩厘白開。係啦，是啊。兩厘白開，所以伊是伊個玻璃門就啲 platform 嘅玻璃門是開，都好開到啲火車嘅門。對，頂到無嘅嘛，無嗰個玻璃門嘅嘛。當然迄個紅山位呢，舊嘅一堆位呢。本是啥？隔了有玻璃門啊嘛。當然有咧嚇，隔了 platform as long as 係你頂面嘅 platform 隔了有玻璃門了嘅。underground 嘅一路來不有嘅。
underground 一落來有，所以頭頂嘅我一落來就講是無啦，別當件是有了啦。OK。只久了本來因為一個 trend 哦，真驚人本哦 ，suddenly 一個跳 commit suicide 咧係哦 ，continuous 淡得 almost， 我會記伊個在新加坡嘅時候，我袂記which year 咧啦，但真正 quite scary 本 because 伊 first one commit suicide 跳 train， แล้ว within 佢咧 few months 裏邊哦 ，almost 達到咧 train station 冇有。我會記唔知是about 幾年前啊，2013 2014。quite some time 啦。then after that 一站了係哦，過咧 after that 係哦，แล้ว個一個 trend 嚟，隔了到 river 嗰邊有人commit suicide，冇人可能殺死掉，掂落去 river 嗰邊㗎。以前一個 trend 啊，嗰呢，新加坡成一個 trend 啊，嗰呢。以前一個 trend 啊，嗰呢。條 river 叫咩名咧嚇？Kallang River 啦，成是。Kallang River。講下咧，第尾一個 case 是伊個。咧，查某唔知伊頭有吹到 something 啊，反正 the last one 啊 ，the last case 第尾嘅 case 咯，第尾嘅 case 咯，真驚人本。你 after that 一個 trend，你一個 after that，伊無頭，那係講話，都無頭未講話，都無吹。แล้ว I think that after that after 一個 river 嘅行嘅 case 係哦 after that 伊 trend 咧就是mid 可能 murder 嘅 trend 嘅事這邊嘅 trend 達到時你反正唔知咩數。安尼啦，你咪頭呢先呢，怎麼可以看到幫伊無講嘛，伊無聲未講嘅呢。咕巴布嘅聲。伊幾頭呢？你來無頭啊？安倍鳥。你係你 Siloso Beach 你有聽到過哦？咧唔捌，應該是唔捌，你講下。你 Siloso Beach 伊是行咧，有一個 bridge， 有一條細條嘅橋，行出去過後個另外一個 small island， 伊是迄個 tower 來嘛，知哦？伊有 binoculars 喺頭頂位，伊 wooden 嘅迄個 tower。wooden 嘅 tower 啊，到聖多沙邊嘅。嚇 ，Siloso Beach 啦，嗰條佢哋 beach 會行出去外口嘅，嚇，伊有兩層樓嘅。唔知喎，伊嘅故事是，真係一個 couple 自家去頭頂嘅，係咩事？嚇，แล้ว係冇 happening 啦，去邊拍拖啦，แล้ว插背，是咩？插背？冇啦，冇啦，冇使啦，條呢愛啦，呢邊有人去選嘅啦。是有人吊暗到去邊 ，OK？ 伊個厝嘅伊個 rooftop 啊，真係好笑啊！伊個 rooftop 啊是上加迄個 pagoda 安尼款嘅，就尖起嘅，無講只尖啦 ，normal 尖啦，伊是個嚟夾嘅哦 ，hexagon 嘅款嚟夾嘅就係。แล้ว伊顯查甫吼，伊本是為咗愛情都一定死了嘅。แล้ว有一暝伊就吊暗到去平時咯，แล้วso far แล้ว就有真係一個 couple 過去啦，I mean 去邊拍拖啦，แล้ว伊人講吼，但係伊人喺邊拍拖嘅時候，迄個達波吼，點甲遮一個達波啦，會聽到講迄個吊暗嘅查甫嘅聲喺邊成日叫甲真係凄涼成日啊，反正聲。Iya, cocok iya gili. Cocok. Ini, macam mana? Come on, this is wrong. Ringu itu ya. Ringu ini si Ringu MC le ah. The Grudge. The Grudge lah. Siang lah, The Grudge. Amo version Ringu Japanese. So American. Siang le mas siang. Bola, The Grudge 唔像 Ringu 是 The Ring。冇像。哈，冇像 franchise。日本冇像 franchise。哈。日本是叫住安啊。哈，住安。我就冇講住安嘅事啊，白老土嘅聲。我會做嘅。唔
唔係做黑板的，做黑板對不對？冇嘅是啥？冇，John 就安啊，你個都拍落嚟先。一聲是無驚，是驚是 suddenly 迄個藍色嘅電走出來，你見哪會見？哦，你有個淡嘅就驚淡淡。淡淡嘅。而且 Ringo hit 我講係咩 Ringo 對啊 ，because 伊驚做嘅驚物件，嗰陣時我真驚物件，囡仔冇淡淡。係你我真驚。Ringo 有見啊咩？咁咪就淡淡咩？伊第唔是囡仔啦，伊頭毛長。查某下。青坤山咧。Ringo 真可以淡淡咩？哦，伊到底寫會嘛？伊到底寫會死嘅嘛？你哋做嘅話，你做下你學校嘅Ringo。哦 ，The Ring， 你知咩數伊驚？伊because 伊告訴啊，你唔知嘛？你可能看到你 The Ring 嘅嘛？你看到伊 icon 啊，你唔知係咩？until 你知講人做死咧嘅時候，伊告訴即接起來變到只像去咋？你揾晒企你你馬蘇里嘅棒嘅時，伊個就正啊，我想到啊，紅險。你要擺出來啊！because 伊告訴你唔知咩？伊告訴你，你看到 image 係後尾時，你個知講人做死，伊就正入面咧，看到伊頭就啲被坑嚟冚掉，你變做你 ring 去咯，所以變做嗰咧只我只驚物件接掉起來，我變做我只驚the ring 嘅。我是我就揾講呢度登機嘅是唔是 the ring？ 咧呢度 hotel 頭頂嘅登機嘅。唔是話香港嘅 actress 哦。你唔是香港？這裡是真係告訴啊！這真係告訴啊嘛？你唔是真係告訴啊咩？是。我未記得啦，我唔知支持處啊，一直做登機後頂死嘅。要真係告訴啊！定得個叫人看嘅 video 嘅嘛？你學掉條 curse 了嘅唔是啊？是啊，嚇掉，也是怪人博嘅。得路香港啊？冇啦 ，US LA 嚇 LA 呀 LA 哦，係你 student 嚟係。如果嗱聲諗叫人西看嘅 video。哦，叫人西看嘅 video 啊？哦，呢個啊，即係電視做奇怪物件。個 lift 啦，做怪怪嘅物件嚇。你是 US 啊？我想係你是Malaysia。不 US LA。講伊門開起來，伊查某行入去者，成驚者，你看者，伊門開冚開冚呢嚇。對，伊開一個。查某唔是 Asian 嚟，查某是 Asian 嚟嚇。是。我變怪，我就話我想講是你嚟，我想是你是 Canadian 嚟。是叫你是 green 嘅 ，share the screen me，我寫me。伊告訴啦。我寫。哦。伊告訴，這個嚇，你看。就係你啦，以前啊，條 cost 條 curse 安尼講呢。哦。伊唔是講伊 block 個 still live 個咯。啊。伊係咩？伊係 block 個 still live 個，個有人家 update 伊 block 個。耶。冇計劃，要 block。你又可以 in peace 啦，又可憐嘅，可以 in peace 啦，咪記住去 update。真有人做伊哦。唔知喎。伊人講無理由伊會起，伊家己會起，家己看。伊吹着伊到登機嘅時候，真奇怪，伊是 naked 嘅喎。你伊登機吼是無人會使 access，because 是伊會 cover 個了後有，係你唔知 special 嘅落嘅，無人會入去嘅，你知喎。The first is the entrance to the 登機嘅door，有padlock 鎖起來嘅。咧 even 你登機。咧 even 都你有辦法入去啦，你 vandalize 啊，你登機掛安尼當，你唔開袂掉，係咯，你唔開袂掉。伊冚掉嘅咋，伊冚掉嘅咋，伊是講伊家己接啦，伊做家己冚，唔知有人做伊。我感覺伊唔知是唔是可能 murder 冇可能。Maybe 是伊嘅，你是 hotel 是 apartment 嚟。hotel maybe hotel staff 能夠 access 嚇，嗬？有可能 rape 伊了嗬，台灣店面嗰邊。
你應該收起來嘛，也當機收起來嘛。你通講伊有即迄個話，伊家己啦，會知無？有bipolar disorder 係咪講？嚇對，伊冇咩好事。特別特定要食藥誒。伊當機安怎落起來大個口啊？伊就唔冇，基本冇落，我哋冚，愛冚本時成日冚可冚。footage，你講冚啊，你愛開本時就問題，因為細隻呢。如果伊擺入去哦 ，before 伊擺入去，係你掛本 cover 掉伊了咯。嗱，你看到啊？掉掉伊咯。video 看到啊？冇你要是人講係你當機下邊冇 video 冇 camera。你看到伊 delete 就怪怪了啦。特別 delete 可能是because 嗱，呢個actually leave 會使做卡手嘅嘛，用 edit 嚟講，有可能有影甲人講話人，伊嘅 edit 掉冇看袂到嘅嘛。嗱，呢個頭尾就係你。耶，冇。你就想看好 edit 嘅，冇得用。你啦，開下看到伊都咁樣，所以是講伊人一係出來是抽起來是伊當機個了，伊頭毛個了，就係當機水抽起來咯。我覺得你嘢是係你人講話，你學得會啊個洗頭毛啊淋水。我就冇曬你頭毛嘅。你成個 S 你 dead 會出來頭毛就掉出來的明。就是有伊拉 interview 人嘛，伊拉講伊水奇怪 taste， 然後甜甜嘅咧。你人美國人個一頭開得嚟啉水嘅。係咯。就是咯。就是唱花咧學得，你下股你學得啊，只只怪嘅。LA 水上個 fish tank 嘅水啊，你看啊。Yuck！ LA 水 fish tank 嘅水係未傻嘅，派你乜事 Oh my God, that's so and then glee. Yeah，你啉幾擺啊？應該講。點啦？我問你咪啦。壓力㗎，佢有 feel 到啊！我潮是有咩事？你下你吹啲水轉你開了。佢咪摸，佢咪接咯，吹跌到接了咯。係啦。I think 冇，因為冇摸。戒了咯。因為冇發現到摸就係你派水落嚟 hotel 嘅 ，because 要 filter 嘅嘛，要 filter 落嚟掉棒啊。但有時講唔得時，講啲清一 clean up 嘢單嘅時，你接幾時㗎？人講哦喲，個了頭毛個了一斷了，你話個什麼痛㗎？成個分。那個黏軟了。Yeah， 個 maggot 個。是啦，伊在就一下嚟除掉嘛。What the maggot？呢單就是拍，呢拍現在就烏嘅嚟除掉。碰，OK，我笑我驚。我爸爸去幫你看咧 video 呢，佢在看 video。你按照感覺咧？佢講真每人都開掉嚇，一陣推每條 lock 掉。因有講有可能嘛？因有嚟講，因個有嚟人講一鐵頭係咩啊？咧因講係嚟 the one that 你接啦 lift 唔知起幾樓落幾樓起幾樓落幾樓咧㗎係。哦，係 Japanese 係嚟，呢是 Japanese 嘅 fairy tale 係嘛？講就但咧是下咧你開到 hell 嘅會。something 成個你唔知要起幾樓咧，落幾樓，起幾樓，落幾樓，了但係urban legend 係嘛？something 肯定你會 communicate 會係嚟諗實，人講伊是鐵頭係嚟啦，唔知啊。但係有誒，elevator 門有好嚟白燈嘅，就講你開門啊，你入嚟幾接啊，上面你入咪接你。對 stop the lift 啊，我諗佢只是 staff 個有，呢是有 staff 啊。冇 hotel 有。冇，即係好多人嘅船嘅。單呢，伊會邊？冇，if 你係 stop button 啊，伊冇單嘅。要嚇，試下就把 music 出來。
同佢這 hotel 冇咧就冇人住咧就。咪那個人家咩啊？嚇冇嘅？我哪有人家？冇了，哦，一冚咩啊？唔知啊，同佢是迄個冇人家住。有 still 有人住，但係是迄個homeless 嘅人住啲啦。哦。你有睇過？伊學得下擱有唔知咪就咧大嘅啦，真正 notorious 嘅。哦。一隻人，一隻安尼啦。你同呢邊White Elephant 樣，人叫佢哋人就每個我們出嚟 homeless store，人叫做 White Elephant 嘅。阿 John，sorry， 我準備走了，我準備去催我哥。OK，拜拜。OK，拜。今日我哋看大本啦，各位聽眾，這禮拜拜。這禮拜特別今日特麼早起了誒可能到對嚟講嘅另人講，แล้วก็早起了巢湖啦，英國點冇得走啊，布基蓬帕啦，西北角啊。袂使講半鹹甜，多蘑菇嚟啊嚇無？蘑菇，我啲都布杜瑪yam OK。即係紅咗大布誒。嚇？不都即係紅咗咩大布？大不都瑪yam。OK， 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哎呦，我鬼告訴你，music 未下。